由以伊斯兰世界纪录片而闻名的图莱国科奇曼女士执导的纪录片《这叫种族灭绝》首次在伊斯坦布尔的阿特拉斯电影院放映。在纪录片中，以居住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的故事突出了东突厥散人民的困境。在影片上映后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图莱女士说，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制作了关于叙利亚、巴勒斯坦和阿拉干等伊斯兰地理的纪录片，并且1年来，他们一直在寻找揭露中国对东突厥散的压迫的方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如果俄军撤出，实现停火，乌克兰安全得到保障，乌克兰准备放弃加入北约。泽连斯基解释说，这是对在北约问题上不知道如何对付乌克兰的西方，希望确保其安全的乌克兰，以及不希望北约进一步扩大的俄罗斯的妥协。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宣布，根据现有文件，美国政府已得出结论，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犯下了战争罪。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已经传唤美国驻俄外交使团团长，向其提交了一份美国外交不受欢迎的人民的名单。声明指出，这一决定是针对华盛顿驱逐俄罗斯驻纽约联合国外交使团外交官的回应。据报道，中国外长王毅在伊斯兰堡出席伊斯兰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会面。王毅说，中沙是互相信任、共同发展的好朋友、好兄弟，始终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中方赞赏沙方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在涉华议题上支持中方正当主张。王毅强调，愿同沙方加强对接，打造全方位、高水平的新合作格局。欧盟将向接受乌克兰难民的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斯洛格克等边境国家，以及接收难民比例最高的欧地利、保加利亚、捷克和爱沙尼亚提供额外的34亿欧元财政支持。有关官员周三表示，救援人员找到了在中国广西省坠毁的波音737飞机上的一个飞行记录仪，该机载有130多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目前还没有找到幸存者，机上人员生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官民对可能导致这场空难的原因，比如飞机、机组人员或者天气等问题，几乎缄口不言。俄罗斯驻雅加达大使周三表示，普京总统打算出席由印尼主办的20国集团峰会。随着乌俄战争爆发，大国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一些西方国家也呼吁应取消俄罗斯的会员资格。